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本嘅福气类呢个节目。今日大家咧讲嘛个咧，讲形容，讲嘛个形容咧，讲一啲老人家个形容。一般来讲，大家都会注意讲，哦，形容是嘛个东西啊，你形容要均分么？不过大家系咪要当橱窗？个老人家个形容系嘛个？佢个非常个重要哦。所以你今日当番以上强调形容师来到节目地度啦，大家咧分享，大家咧分享你今日来宾其实系形容师田怡呢，欢迎。大家好，我系田怡呢，今日当番是做咧来到呀。嘿，到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讲老人家个形容错冇吼？大家会知道冇？你一般来讲，不论系天时，还是讲你个医疗单元啊，当意思会讲，你基本你个形容会均分。好，你有新买个东西，都各种特殊个世界是特别有时讲卵啊，有没有牛啊、头类啊，买个东西，大家都冇意想到个老人家咧，所以老人家个形容其实非常重要。错，因为老人家牙齿好唔好吼，咬东西其实要选择是好做的，其实有到好硬的东西其实都唔得食，啊其实动到东西都唔得食吼，所以可能其实牙齿好唔好，其实动容易营养不良啊，营养不良啊，好，还有佢可能味觉改变，因为年纪好大了哈啊，动到东西冇食，其实身体有些退化情形，所以他味觉改变，他有些东西他可能就是好，因为讲老人家是好咸嘛，又好咸又好世界又到调肥衣啊，有種食旁乃是就講係冇咸，其實冇咸香，係其實係啲，因為當因為知道講老人家其實。大家是讲像下样食谱，不过当因为发现老人家到老嘅时间，会有一些当像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嘅感觉，所以其实基本你嘅营养师先让大家来分享，做埋冇营养不良，都嘅原因係嘛嘅，所以一开始是先讲到嘛。可能因为老咧会退化嘛，从而会退化，所以当像牙齿是好唔好，牙齿唔好呢个好硬嘅东西，因为头发会卡钙皮，又冇卡骨头，是排骨，你也是做唔得咧，所以有可能因为安样因，所以佢可能好形容嘅东西其实好是唔得。天有讲到係，因為佢嘅眉頭會改變，對，冇啊，因為頭發有人講，你還蠻受到當到刺激嘅時間，你味覺會好敏感，好敏感。不過老人家可能要改變，可能係其實係東西營養不均衡的關係導致。哈，所以你講，所以上次一般你記得講咪是好香香，所以特別你尤其係你客家人都好是調夫子崩盤，我像個當好事咧，所以你係建議那個冇是調到，唔好是調到，因為該調鹹嘛，因為個血壓嘅因啊，又好唔好啊因，其實該調鹹嘅東西本來是好唔好啊。錯，還有第三點，好，第三點係脹氣吼，因為胃腸好唔好啦，因為老人家嘅胃腸嘅蠕動好慢。好痛好慢，因為從因後上因又圓痛啊，又走勢啊，因為痛來痛去，然後腸子運動就會比較正常，比較活動。啊，老人家佢可能好其實好冇走勢，佢一點冇加空調，臭電時，其實好冇疼痛，啊好冇疼痛加腸胃道蠕動是好唔好？啊好唔好是容易脹氣啊。係啲，所以師兄提示點講嘅嘛，你好容易中氣，有冇消化好唔好？顛倒是咪惡性出？好，該是有可能，因為該咪惡性出咪係有可能係因為佢腸脆一般好硬，佢好唔好咬？好，佢咬唔落其實唔是，佢唔是該纖維質含量是好少，啊纖維質含量好少，其實排便就比較容易不順暢。對，所以咪是好唔辣。
嘿，佢可能像野下冷天，啊，其实可能跟水冷其实唔上适，其实啊眉毛鱼流汗，其实唔会最早，其實唔上適。你冇唔錯，因為你係講平常時冇疼痛，冷天臭到該，要麼腳到該碰地安腳呢？你是不是講冇流汗冇疼痛，是咱是差？係啊，其實冇流汗嘅眉毛係惡尿嘛，其實冇啉差咧，吞東西好困難。因為呀，這邊都肌肉做的。其實可能年紀大之後，我們機能有些衰退，所以而且你咪萎縮，其實好萎縮，其實好吞所以基本你哋也識啦，大家都分享講，老人家其實呢種不良有可能眼炎熱，佢可以來當合理嘅，當合理咩？因為引導腦界世界身體當到界機能是會慢慢的退化。不過其實簡單講，有啲當場嘅眼炎是新陳代謝。係咩？唔好講老人家，像你大伯嚟講，頭擺先生咪講過25歲過後，社會已經講25歲過後，是咪慢慢在退化？其實老人家很好係，所以新陳代謝呢一件事情對老人家來講，非常嘅明顯。因為老人家是講你年紀越來越大之後，你的肌肉流失量就會開始增加，開始增加你的熱量，你的新陳代謝就開始慢慢下降，然後再造成一些像我們的就是碳水化合物這些，因為你吸收營養進去的少，吃的少，那你有可能造成一些酵素的分泌就比較不足，那不足就可能造成一些消化不良的情形啊。它像這裡寫葡萄糖的分解減慢，然後造成葡萄糖那類下降，出現血糖。因為亞老人家是有導因是血糖好高，其實有些夠血糖，對，夠血糖，有些代謝的問題，過來是你。可能是好意外因，或是好容易造成一些血管的硬化啊，所以代謝的部分其實都會開始慢慢的變比較差。當到啲客家人、老人家話講，叫愛血好尿，你條白用講錯，我愛血好尿。等一下，就是血中的油脂就開始增加，因為我們從地球上是都老咧，雖然多東西嗬，佢要啲地位冇排出去是越來越多。啊，過來係個蛋白質來保護哈，在蛋白質哈是講，小時候小朋友是建造修補好動，好啊，年紀越來越大之後是。開始就是組織會開始分解，所以還是說那個肌肉開始流失的增加，才會造成代謝的慢慢下降。係冇錯，所以佢簡單講，原來其實是係身體機能嘅退化，慢慢退化。要改善嘅方式，改善嘅方式有，當然有，是說其實營養均衡啊，就是營養均衡是變得很重要。對，那營養均衡從亞扎兔，大家應該從頭要看到，從頭要講到亞扎兔。唔過做到也正經就是要很認真。應該做，其實很都困難，正經都很一起交通冇見體做得到。從水果是2到4份嘛，然後從老人家有啲老人家是甜酸來食唔得。甜冷來食唔得，冇錯，而且叫哎呦酸嬌嬌，我咁樣講，其實會可能要好少，不過佢係煮少吼，當然佢係有2種啦，2種唔好強用嚟水果，你咪做啲牙齒好唔好？你是鹹雞種好軟嚟，譬如講譬如說姜椒啊，姜椒是好軟，而且姜椒有營養，尤其蔥還會挺痛，裡面有高含量的鉀離子，對心臟血管其實都是不錯的營養素。過來還有木瓜，該是好軟奶，然後裡面係好軟奶，你做啲軟便，對啊，所以像這類比較軟的水果，其實我覺得還是可以建議老人家可以用。係吼，所以像你哋啊，大家有看到嘅，啲係你講軟發出營養嘅形狀嘅細 Q，不過像前面家還有看到，唔係是老人家哦，健康人，唔係健康人，嗱係你平常一般人咪會盡量咁樣做嘛，係啊，是其實講好簡單是根莖類聽出嚟嘛，青菜、果子、牛奶、肉，你講係亂拍節咁樣嘅東西，還有你啊大家要講嘛，好介腰哦，唔好介腰，好介腰，你講堅果類咁樣嘅東西，強容做一些。油脂很重要，因為以前大家通講，因為
从培养因越来越多吼，所以以前可能有一段时间大家讲甲油唔好嘛，莫是安多。错。啊，不过其实吼油咪对伊身体动对伤介重要。像介龙应该讲，甲下油讲嘛，介胃肠好唔好，就是常常会便秘，好，会屙屎屙唔出来。假使油的时间可能你的油咪是唔辣，嘿，油唔辣，你咪容易有便秘的情形。冇错，我像跳摆吼，因为到我还是当到老人家，像我跳摆，我妈妈会讲，我是点空有好像有戏，因为有好像有戏，冇错咧，跟规日做唔得系统仔，规日系统仔咪做唔得。大家有发现冇？你大摆读节目地图，爱用讲来讲去，那大家来讲容易性，容易性。当咱做到冇唔错，其实概念是一种，其实乜嘅东西都是，你会均分，你体重啦。唔过讲到咧，其实我知道，因为家下运动是有讲到，叫老人家当好。好少淋水，尤其冷天是要是到滚水，讲实在要滚水，恋爱都唔好淋，好冇？冇眉头啊，係啊。不过大家咪讲，其实当到老人家好淋差诶，好淋差，淋差好冇淋，淋差哦，差地不是有淋差好是地不有该抗氧化物质哦，抗氧化的一些茶多酚类的东西，所以造成抗氧化。那太多不好，是因为老人家吼也还冇是牛奶啊，然后有冇补充钙质啊？老人家钙质容易流失，所以你有骨质疏松的人，其实我就不建议你太多的茶、咖啡这类的东西。所以讲实在会。我特别祈祷了，运动是讨论到大家新买东西的时间，我会祈祷前些岁可能自家感应该冲空，但感应该细 Q 冇强咯。好，你讲的是一般嘅通则，一般来讲，一般人很容易来说，但你自家身体本身有嘛嘅病，你可能有嘛嘅慢性疾病，你也要注意，从冇吼。所以世界东西是系安容易，唔嚟讲哇，听出啉咖啡听出好，听出啉茶是听出好，做唔得啉咖啡又做唔得啉茶。其实除了安容易哦，还有当到啦老人家嘅饮食有关，都今日让大家来分享，所以大家先聊下，你等下怎去讲。今日早上头先就是来到节目地图，让大家来讨论老人家嘅食嘅东西吼。其实真少会注意，尤其大部下嘅，你讲。组织唔介意，上司会了解一下，莫讲，哎呀，妈妈你俩啊，唔是爸爸你家啊，唔是，对不对？上司可能佢有督导佢自家世界问题，要是都讲，做埋要讲个营养不良，唔係講當時當配件問題，佢可能對身體嘅控制是否有影響，係咪要注意？所以讀呢一篇，嗱，幫大家來建議一下，到底你講，老人家做定容易食，容易煮，好，也讲过又散烘哈，又到将蔬菜加入主食一起烹煮哈。其实也是会增加纤维质的摄取量啦，因为刚才又讲呛菜咯，应该好先冇按到，相信同家好攞嘅圈菜要冇，咬唔到，要全部寸雞物嘅氣要冇話吞落，所以是可能強下煮。可能強下煮，冇是有啲老人家嘅盤佢咪嘅照佢咪可能冇好吞入去，其實有是好是從煮麵食啦，麵線，煮麵，阿冇是煮糜，啊唔過也係因煮糜煮麵可能是冇用強度嚟搶菜啦，所以煮也都有當佢可能是麵是糜佢好吞，啊唔過也係時間是加到搶菜入去。有跳擺吼，我遲到，我唔知鄉親朋友有冇，我跳擺當直去煮玻璃菜糜，因為玻璃菜用到糜度，我又未做得。係啊，唔過我也會建議大家是，唔好用玻璃菜混配種。用深綠色來蔬菜，馬上被營養師打槍，因為深綠色的蔬菜裡面的營養素又更多，因為白色蔬菜我們平常吃的機會比較高，對，深綠色蔬菜裡面有一些對老人家好的礦物質。維持到老人家都唔會食東西，只想啲對太成因，對成因，要冇你特別成因，我啱子成因1歲2歲，媽媽是為哇煮糜，不用搶菜，不用風吹挑，不用乜嘅，哇當然咯，其實老人家是強嘅，對，佢講
然后过来系该限制油脂摄取量吼，该还有讲每食强度的油，过油对因伊身体有动重要，是，过总的强度，系，食好油。蚝油，而且蚝油，而且植物油啊，像橄榄油啊，然后东龙应该会是苦茶油。错，我爱讲来讲了，有没有？尤其他讲因都好是该苦茶油捞面线，简单。哦，你也都好些，都香啊，都好些。不过该他讲因长当好些，因为讲该眉头有一些怪，记得个冻贴皮个眉头，所以系讲你买到系真心因。良性做出来嘅苦茶油，该是蚝油，系蚝油，该是蚝油。你系讲叫面线，龙眼甲咪油起到好些，油是到油，所以苦茶油叫面线系好解，该是系好解哦，吼。啊，做咧过来是每食强度啊盐啊、味精啊、调油啊种吼，因为做咧换其他的方法，像你煮汤的时间，你不会用到。番茄啊，还有洋葱啊，然后其实都会增加食物的味道。了解哈，其实意思係嘛，解的意思是講，其實你做得用其他嘅東西來代替呢種嘅嗰種嘅，你講比好係加工食品嘅新香料啊，種嘅東西，錯嘛哈？還有某些同類嘅東西。因为老人家肠胃道就是比较不受，没有办法受那么多刺激啊。其实莫讲老人家，你一般你未痛咯，对，你未痛咯，系啊，大寸度会食，对不对？对，冇错。三餐分量要均衡哈，因为诱因也下可能其实水好。水都冻住，其实照是冇食，冇是冇药，其实冇食。其實也下用你凍到東西是會減少，因為凍東西冇食。所以其實是從你講嘅係講冇藥，又做得是一點點。係，通常是，你是食多食少，該是係你是固定的是，冇呀身體感覺你從頭到有段時間是有段時間冇食，其實給我混亂了，因為搞不清楚自己什麼時候要開始做消化的工作。了解，哇，體力點動重要。不將食物打攪在一起。對，冇錯。因為你咪唔想而是該打到該你咪看唔出該係乜嘅東西嚟東西哈，你咪係還係想會有咬嘅感覺，你是先好，你原來東西其實都在食的，唔會有打。就是搅拌到那樣子，其實老人家就看起來你都不會有胃口，老人家怎麼會有胃口？所以我覺得可以把食物剪得稍微細碎一點，但不需要把它攪打成全部攪打在一起。冇錯哈，所以其實你講嘅係因為老人家做啲食嘅東西嘅建議，不過其實有牽動從來嘅事情，實際上家下有講到宗教係一種動學嘅構築，不過家廿二可能係咩有乜嘅慢性嘅病痛，譬如講有高血壓嘅問題、糖尿病嘅問題，係冇你講。當然你繞有問題，係講你食繞，其實你會食嘅東西，然後糖尿病會食嘅東西是有動態嘅差別。你係做埋動到線上是會講，其實係講你有安樣嘅慢性嘅病，你就去問營養師，係營養師做啲容易規劃動好，你啲邊時來講到，比如講係講你有高血脂，比如你大家講油啦。介因用因來食，兩邊是讓大家來分享一下。好，然後當我有講吼，減少單糖類食物的攝取吼，是講你每是甜嘅東西，就像蛋糕啊，那也種都地袂通摻凍都係精緻糖類，好像飲料啊，這些就不適合你平常吃，因為太多這些單糖類的食物容易三酸甘油脂高。容易三酸甘油脂高。那所以你看你莫講老人家，大把你一般你做抗癌檢查嘅時間是冇去看你個膽固醇，三酸甘油脂，所以其實老人家很好係要注意，而且係講你去做身體檢查，已經確定你有高血脂嘅問題嘅時間，當然會影響到你嘅心血管嘅疾病。改變，所以安樣師像應用師講嘅，你係特別來注意。還有過來係植物性蛋白因為植物性蛋白其實冇油脂來部分啊，那動物性蛋白
还是就是目前研究还是会增加我们就是高血脂、高血压的部分嘛，所以建议增加植物性蛋白质，从豆腐啦、黄豆啦、毛豆这一类的食物，其实这很好哎，然后动口改东西耶，对，增加这一类会降低像比如说就是降低身体就是胆固醇的部分，对，然后再来就是增加纤维摄取是呛出来是豆的，好呛出来，某时是。盆地本直接加一点糙米，吃一些全谷类的食物，那这些都会因为纤维可以阻止油脂的吸收，就会降低一些油脂的吸收。然后限制饱和脂肪酸，就是动物来源的油脂稍微降低啦，就是肉啊这些少吃一点，然后增加植物性蛋白这样。对，然后以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就是我们会建议可以就像刚才说的苦茶油啦，橄榄油这一类的油脂，它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就植物油的部分也是好的油，对，算是就是比较好的油。错因为你俩讲到係，你講高血油一般來講你喺度推翻，其實糖尿病嘅因非常嘅多，尤其到老人家嘅時間慢慢，其實有糖尿嘅問題所以糖尿病呢片嘅飲食嘅建議一般應該注意，很好唔是講老人家，定時定量你睇家都低。什麼而且有兩片凍蟲了解係主食類平均分配度上傳地度，因為糖尿病的病人醫生又有開那個藥物給他吃，那這個藥物其實是協助他控制他每一餐的血糖的起伏。那如果他就是有一餐吃比較多，然後一餐吃比較少，那可能因為受到藥物影響，他吃比較少那一餐有可能造成他低血糖。那他這一餐又吃比較多，他藥物無法控制，他這餐就血糖特別高，所以他血糖就是常常都是高高低低，這些這樣容易造成一些我們大小血管的一些病變。所以其實是像營養師講的，最重要嘅事情是係講因為糖尿病嘅問題，大家老人家是自唔會挺注意，真的真係是停息停量，因為是像你講嘅，係某嘢血糖會高高大大，它嘅目的是冇啲問題，係講你冇按種機會變到高高大大，而係糖尿病嘅問題你聽到咧可能係高血壓到痛風，高血壓其實就是盡量選擇新鮮的食物啦，唔會是調鹹，唔會是調鹹。啱啱時要講，你煮東西來時間，你是用蒜頭啊，用薑絲啊，去做調味，加掉鹽巴、醬油或是其他的東西就可以減少。因為冇是調好，當因為講冇味頭，冇香香，當難食，冇香味，冇香味。咁個是像你講嘅係講用姜媽啊，對不對？用姜媽用講其他嘅新鮮料理代替。直接是沒有味頭，檸檬啊，什麼酸啊，還是冇強溶，但是都可以增加一些就是就是食慾啦。那在痛風飲食的部分，就是油脂不要吃太多。油脂不要吃太多，因為那會油脂太高的時候，會讓你的那些代謝的蛋白質代謝這些產物它不容易普林這東西不容易代謝出去。所以油真是，當然蠔油做得，一點點嘅蠔油係冇問題嘅，錯嗎？對，適量的油脂是 OK 的。然後多喝水，然後總得啉酒會增加發炎反應。它如果本來痛風感應完全總得啉酒一些些我哋睇下痛風感應，佢可能會啉一些些，比如講紅曲，做嘅風酒啊，係咪㗎？啱啱啲要糖講，應該說其實。每一個人他的反應其實不太一樣。我有些病人說他吃豆子，他就會有痛的感覺。哇！可是其實就根據研究，其實豆子並不會造成你痛。冇咁錯，當因為講佢總得是調類，因為痛風會讓病壓。對，可是其實研究上面並沒有明顯的顯示，甚至可以增強代謝。所以我覺得這有時候是看個人，但是酒精類的東西大部分它因為會觸發炎，所以它基本上喝酒的人，他一定基本上都會有發炎的情形。錯，所以有時係營養師啦，大家來分享係講有安樣嘅問題，你做唔得先乜嘅，還有乜嘅來分享聊下，等下就同你講。
讲到龙眼甲都大家容易食吼，其实当然啦，大家食东西本来咧哈是当然是外食族，都那个食东西，所以食东西本来是要注意。根本伊系特别来讲到龙眼甲要注意。不过两片有一点你要讲到保健食品、保健食品吼，莫讲龙眼甲，一般因为讲世界好安心嘛。你当然是要保健食品啊、保养啊，所以两片让大家来你讲提醒大家要注意个东西。提醒大家吼是又细咬长线哈，因为你平常时动均衡，都吃很多的人，其实就不需。如果你没有饮食的偏差，其实没有特别需要做补充啦吼。那如果特别需要才需要补充。那再来是药物交互中，因为龙眼甲可能又是够系阿伯药个。又掉东西可能有交互作用，它可能就要特别注意，要去经过药师或是问医师，我们会建议这样子。然后总的其实每一个营养素它都有一个限制量，然后所以每天不要超过那个建议量，因为它太超过可能会对你身体造成一些危害，是对龙眼甲可能会是好好。然后选择小包装，你同台报一些其实会有一些腐败，有些从台湾也哈比较潮湿又热，那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发霉或是一些情形，可能就不是。真是一太讲介保健食品打开来哇是半年，其实你想当你打开来便宜来，打开来便宜来，可能介落不易污染嘞。吼，你系保健食品，你讲到保健食品，其实我就当有意思系讲，你讲到龙眼甲，一般你讲到台湾嘅龙眼甲，其实是袂相当日本嘅龙眼甲，因为其实日本嘅龙眼甲已经到记得介高龄化介xã會，已經到高齡化介xã會，龍眼甲非常介多，所以其實記得已經做龍眼甲介照顧，其實非常介多年咧。嗱，當然內同化咧，吼，所以講到咧，一般要都研究講，其實記得龍眼甲，記得龍眼甲當長壽，所以記得講記得食東西有一種觀念講，其實莫鐵粗茶，不要太粗茶淡飯，要按樣介講法，粗茶淡飯。应该系讲粗茶淡饭，看它定义是什么。但是我还是觉得营养均衡很重要。粗茶淡饭会不会有人觉得它所谓粗茶淡饭是我食饭豆腐意思吼，饭又是饱之后，可能配酱瓜，他就觉得这样有吃饱就是一餐，就是不需要太丰盛。可是其实营养素缺乏对老人身体的损害其实是更大。错，因为我会发现讲，拄推班其实有当到介龙眼甲吼，佢系讲要注意身体抗癌感应，未冇听错要做错嘅事情，比如讲佢可能是动债。错，因为记得会讲，因为对身体嘅负担好少嘛，他哋大家都会讲，都冇喜欢冻肉啊，是冻肉对身体唔好。可是你会发现，记得安样是电都唔好诶，我会知道记得搭串对铁债咧。错冇记得可能还系会食盘，啊手就给呛出来，全部用桶诶。错，这样子冇听错系好，对不对？对，没错。因为现在发现，如果你的，因为刚才有说。老人家年纪越来越大之后，肌肉量会慢慢流失。那你又没有补充你又不吃肉，然后这些都只吃饭，那反而造成你的血糖的可能不平衡，然后蔬菜的减少，你的排便量就会造成问题。还有啊，当龙眼甲会讲，其实我当校，我已经80人成讲，我当校是狂肉，到底是么狂肉？做的是唔够，做的是强度。我做埋特别冇形容是按用嘅问题，我会知道上司吼，你分享按多形容嘅东西，按多嘅知识啦观念，我就性情当从老诶。系错，冇错。系啊，你讲你做唔得是，结果我心情管理唔好，结果我也冇好控起来。有啲形容司机会讲，你系讲只是当上是食到心情未当，好紧意思会食啊，冇你根本唔快乐，然后当你从食到按无聊嘅东西。冇错，其实。搭用东西通的性，我感觉吼，某个东西通的性，不过你总得，因为你想的是好控肉，你是搭串东西控肉，总得，因为该饱和脂肪酸只挺够了。那如果你又那你又高血脂又高血压的人是更不适合吃这样子。超，所以其实我是提到讲，除了性上讲的营养均衡之外。我吃到性情咪会顾，所以我会吃到上司
大波下族伤西咪做得去脑背型，嘿，好，伤西脑背型做得增加一点点一个刺激，对，味觉的刺激，性情会变好好。我定印象是系到润林类到聊天，你到润林改片带你讲3年的嘛吼，还改下要问佢，你讲你开始去到润林改片，你去到改片来龙讲你发现其实读脑背是好多，因为佢是甲佢是声音，佢主动从到传音的心咯，动男主，对，动男主，其实无被卖，其实好放片，其实可能无被卖，无被卖是有一张问题讲，有没有吃营养均衡？佢可能随便买一个卤肉饭，其实走一串，买一个面，其实走一串，可是其实按用营养都不均衡。其实讲的不就是我们吗？讲的谁？你聊得上班眼睛啊？中午时到，你讲卤肉饭，然后黑毛是卖完面，对啊，莫讲龙眼咖喱还一半你是安用啊。所以其实要会做搭配。好像比如说你做的是面，龙眼咖喱吃好唔好？其实像卖面是卖面是做的，你可能卖加炝菜。然后烫一个青菜一起来做搭配，然后买一个卤蛋，好买一块豆腐一起做搭配，因为不然你的蛋白质就没有。讲到懂吼，系讲你新年感音乐注意有炝菜哦，而且卵不错哦，对，豆腐干好改豆腐干也不错，因为佢系豆类嘛，吼，对什么因为已经融通好安样呢。不过你讲到是系你讲龙眼咖来食东西，不过因为大家会发现龙眼咖有分2种，第一种是冻手。你头排度种下看到但龙眼咖好瘦哦，冻手。好，还有另外一种是系都是好睇，好配，其实。铁皮，你讲铁皮做唔得，不过铁石咪唔好，因为肌肉冻虫扰，用翻译讲肌肉肌肉，莫讲龙眼咖，你底下N 哩哈，莫讲你讲后生也好，你讲中壮年也好，身体嘅肌肉冻虫扰，还当中你还训练你嘅肌耐力，对，所以其实龙眼咖嘅肌肉咪冻虫扰，莫讲龙眼咖是青菜。对，因为其实我们我们从25岁开始之后，其实肌肉每年都会慢慢的流失，然后到中老年之后，你的流失速度会更快速，所以一般人来讲，可能该龙眼该脚啊，该手啊，扭是扭那样去。我是红的，你系龙眼咖其实是皮，纯皮啊，系皮，为什么呢？因为你爱去来刚刚是被吃到系皮，然后骨头。就是完全没牛，对，没像那么有弹性哈。那其实都是因为蛋白质缺乏的关系，因为佢就是感觉每次按到牛，每次按到卵，每次按到豆腐呀，这种东西，其实会增加肌肉量的流失。你就会其实龙眼咖是从头讲爱脚冇力啦，爱有奶会痛啊，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肌肉量不足，所以他才会觉得酸痛，然后觉得脚没有力，对。所以其实为什么伤西你一般人讲，比如大家想看你平常是夯乳，其实你脚会承担了很大的细胞动态嘅肌耐力，对，所以其实唔系龙眼咖，大家有发现冇度，中年过后系讲你去本性上可以检查一下，你脚骨嘅肌肉肌耐力性上是会讲。你要注意哦，你俩系讲在个训练吼，运动吼，是训练你的肌耐力哦，航班因为不会夯路哦，对啊，因为其实我们身体的重量不是靠骨骼去支撑，其实我们是靠肌肉去支撑的，对，所以你看，你看动作嘅后上音啊，我讲后上音的是够谁啊？就是某一主义，该系讲你为什么认同谁训练应该肌肉谁安样概念？对，所以龙眼咖强龙嘅问题，你咪发现龙眼咖夯路好困难，当然系因为佢老化咧，佢退化咧。我是像你讲嘅，系咩要紧训练你嘅肌肉，你咪发现哦，要认同嘅龙眼咖，食得好嘅龙眼咖，你讲佢80岁，佢喊度公然做认同，冇唔错，佢喊佢缺散。系啊，喺而健康，同埋我強壯要80歲嘅龍眼咖，佢可能好冇注意，因為就佢腳骨其實感覺冇力，其實冇上行。係，你講係冇錯，這就是循環。佢冇力要很好冇上行。冇錯。好，所以你寫你講肌肉嘅問題嗬，咁個最尾大家來建議一下嗬，你講年菜，因為你講龍眼咖是狂有做得食啦，冇是聽到，不過你大概看到嘅年菜吼，有啲龍眼咖咪講，哎呦過年啊年菜當好先，我做唔得食，其實做得來替換一下。好，過年來
年糕哈，因为该效法好唔好？哦，可是年糕冻好型嘞，板。系啊，应该吃好伊。吞某问题中咧，还系做的是某是肠道啦，某你是会胀气呀，你是不舒服。好，因为安那是走的是叫风调紫米粥，我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方式啊。你不要吃太多就好。好，然后做咧系该干煎的鱼，做得用脆的，嘿，做咧用脆的，因为你干煎的时候呢，应该皮好硬，就是好硬挺好，嘿，要有点水，要用蒸过的，它比较。滋润度比较高，比较水分，它比较好吞咽。那去骨是因为有些细骨老人家，因为它比较不敏感，有可能它比较迟缓，所以迟钝，它比较容易被噎到这样子。对。然后糯米盘冻好性哈，呢個咪係好冇效法。係啊，喺一改做幫鋪皮，幫鋪要當要應咗。係，同然後做呢個，按講該顏色咪凍醬，通風哎哈，跟顏色凍醬。然後紅燒肉，孔雍搞的，孔雍因為你孔雍意思為選3層肉啊，五花肉嘞，胸配嘞。那我們可以用白菜獅子頭，孔雍很牛，有香菜。對啊，只是那個绞肉部分還是要選瘦肉去做绞肉，你不要還是選了3層肉、五花肉去，那就沒有意義。孔雍吼，了解你基本其實嘅建議是講，做啲安養時，其實對老人家嘅應用當重要吼，所以希望講，你所有嘅鄉親朋友看，你今日嘅節目其實真是得到當到嘅知識，都不靠慢慢去實行，係講不靠有老人家特別很好嘅注意，所以大家非常感謝今日來到兩篇分享，是冇你，謝謝。好，鄉親朋友聽聽下來做認同了。